来到离港这间全新电梯别墅，光是9.7米的超大面宽双车位，停好停满，第一眼看过去就是气派。这间房子建平高达87平空间，规划非常奢侈。最贴心的是，它同时具备1楼孝亲房与全动电梯，长辈生活起居完全不需要爬楼梯，真正实现3代同堂的安心生活。全栋规划5房6卫，每个人都有独立空间，早上出门也不用抢厕所。这里交通更是强项，开车5分钟就能直接上国道，南来北往都迅速。如果你再找一间空间够大，能让全家人都住得舒适的传家豪宅，这间绝对不能错过，赶快来现场体验它的宽敞吧！